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了解一個令人惋惜嘅消息。香港著名演員、導演謝賢 Patrick Zayn 離世，享年89歲。謝賢一生為香港電影界作出重要貢獻，憑藉出色嘅演技、獨特嘅個人魅力以及多年來嘅努力，成為無數影迷心目中難忘嘅經典人物。由早期電影作品到後來嘅電視劇演出，謝賢塑造過許多深入民心嘅角色，陪伴咗幾代觀眾成長。佢嘅演藝生涯跨越數十年，不但見證香港娛樂圈嘅發展，亦留下咗許多珍貴作品。消息傳出後，圈中好友、後輩以及廣大影迷都紛紛表示惋惜，向呢位香港影壇傳奇人物致以深切懷念。謝賢一生熱愛表演，將自己嘅才華奉獻俾電影事業。雖然佢已經離開，但佢留下嘅作品同精神將會繼續留喺觀眾心中。願謝賢一路好走，亦願佢嘅家人能夠節哀順變。